好啦，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好，多謝咁多位同學仔今日嚟參加呢一個晏晝嘅 webinar 啦，亦都好再次好高興咧邀請到我哋今日嘅我先自我介紹先啊，我係 Ringo Chan 係 Hong Kong U Space 嘅課程主任。咁我今日好高興請到梁耀康先生 Dave，Hong Kong Money Club 聯合創辦人兼平台分析師。咁Dave 本身咧擁有 CFA 資格啦，亦都擁有多年嘅投資實戰同埋評論嘅經驗。咁啊，亦都曾經喺《經濟日報》啊，或者喺唔同嘅媒體嘅專欄咧，都係寫呢個財經專欄啦，包括港股、美股啦。但我知道其實阿 Dave 咧都係對美股係有非常之深入嘅認識嘅。咁 Dave 同時間亦都係我哋 Hong Kong U Space 嘅客席嘅講師。今日我哋呢一個 topic 咧就係第二季美股投資呢個趨勢同埋機遇。我哋都相信呢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timing 啊！咁大家都見到啦，第一季咧，我睇報道啦，美股大概咧第一季就跌咗14至大概跌咗10幾 percent 啦。咁港股啊升咗10幾個 percent 啦。似乎咁，如果第二、第三季度會係點樣咧？好，將個時間交俾 Dave，唔該你。好，唔該 Window 嚇，咁多謝晒各位同學參加啦。其實咁今日嚟講，其實會同大家分享幾個嘅topic 啦嚇。咁就係第一個就係特朗普其實幾個關稅政策之下啦，咁對美股其實有啲咩個格局有啲咩轉變啦。咁第二個就係 DeepSeek 冒起，其實會唔會扭轉咗其實美股嘅 AI 嘅投資嘅佈局啦嚇。咁另外其實喺而家啲咁嘅市況其實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黑馬股咧？咁我哋再拉長翻少少啦嚇。咁喺上半年嚟講，即係第二季啦嚇。咁其實我哋有啲咩板塊，其實我覺得佢可以去睇好翻少少咧嚇。嗱咁講下比較其實宏觀少少先啦嚇，因為始終而家係一啲比較係大嘅一啲宏觀因素影響整個大市嘅方向啊。不過都要提醒下啦。如果你真係其實唔係有啲咩好重大嘅宏觀因素嘅特別係呢啲咁政策因素左右嘅話咧，其實一般情況之下，其實唔需要話太理，其實一啲好 macro 嘅一啲經濟數據嚇，亦都係應該要睇翻啲個別嘅企業嘅一啲嘅財務數據啦，同埋佢嗰個嘅公司嘅營運前景，其實先至為主。咁但係而家係一啲比較特別啲嘅一啲狀況啊，佢會影響到即係整個唔單止係環球嘅一個宏觀格局。甚至乎一啲行業嘅企業嘅一個經營環境嘅生態，其實都會有影響。所以呢啲咁獨特情況之下咧，其實所以先至要去睇咯嚇，因為個 impact 係相對上大啲。特別係即係個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之下啦，其實對美股其實嚟講，其實相對上大影響。你睇翻近呢幾個月咧，美股其實三大指數嚟講，即係分別有啲唔同嘅調整壓力。呢個標普500指數啦，如果你睇美股嚟講，其實而家係一個比較主要大家主流睇嘅一個指數啦，咁就唔係睇嗰個道指啦嚇。大致上其實升定跌啊，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一個標普500指數。你睇翻其實截至即係琴晚嚇，咁你再計翻其實第一季度咧，佢都由高位其實調整咗4.6%落嚟，其實都有一定嘅幅度啊，雖然唔係好大嚇。咁你再睇埋其實係納指啦，納指其實呢個反映到科技股比重相對為主嘅一個指數，咁個調整幅度係相對上會大少少。你對翻比今季嚟講咧，其實都跌咗1成啦嚇。會有一個比較顯著少少嘅跌幅啦，因為過去嚟講係你按季即係能夠會錄得一個跌幅咧，其實唔係咁多時間嘅啫嚇。其實你再對上一次咧，其實你已經推翻去咧，都係好耐之前嘅嚇。所以呢個係值得去留意翻。而你點解其實係會令到其實美股喺今季啦，或者近呢幾個月，特別喺特朗普上場之後，佢就正式上場啦。因為你舊年11月佢話當選之後，其實係有一輪嘅升勢上嚟嘅，即係個 Trump trade。咁無論你好多唔同嘅大市啦，好似 Tesla 呢啲啦，或者比特幣呢啲啦，其實都衝咗上嚟。咁但係佢一真正落場啦，你1月底其實正式當選咗其實呢個美國總統之後啦，咁其實大家嗰個嘅市況其實對個觀感其實嚟講，嗰個危機性其實多咗好多，令到嗰個市況其實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不確定性。呢個其實因為嗰個關稅問題啦，嗰不確定性啦，其實你會影響得到對美國對唔同嘅國家甚至乎對唔同嘅特定行業，其實會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譬如話你而家美國對於嘅加拿大啊、墨西哥啊、中國啊，其實佢已經其實會有一個轉口嘅關稅啦，對於轉口美國嘅貨品。另外對啲特定行業啦，譬如話汽車相關嘅進口去美國嘅汽車啦，咁其實亦都會徵收呢個25%關稅啦嚇。呢啲對國家同埋喺呢個行業嚟講嘅因素影響咧，其實都會
對於嗰個市況其實會有一個幾唔利好嘅一個因素。嗱，因為其實投資者嚟講啦，其實對於投資嚟講，其實佢唔怕好消息啊，好消息當然好啦，亦都唔怕壞消息嘅好多時候嚟講，因為其實你可以分析啊，到底嗰個消息其實對於嗰個公司或者行業其實有幾大影響。其實佢最唔中意咧，其實啲好大嘅不確定性。如果佢面對一個好重大不確定性，而成日都擾亂到市場咧，佢會採取一個好避開個市場嘅取態，咁啊好明顯，其實會暫時就減少少，其實係市場個承受風險啦，即係沽翻啲股票出嚟，或者買翻落去呢啲相對上穩定啲一個資產類別。所以就令到其實近呢個一季啦，其實嗰個市場嚟講，其實都反覆向下嚇。咁短期嚟講，其實都要睇住即係4月2號啦嚇，因為其實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咧，佢會推出呢個嘅對等關稅，呢個就係最重要係關注嘅一個點嚟㗎。短期嚟講嚇，要睇下佢對於唔同國家，特別係其實而家會有列出咗呢個安中15國啊嚇。咁譬如話你印度啊、台灣啊、等等啊呢啲啊，其實都係在列。到底係會俾一個幾重嘅關稅咧？咁其實有一個門檻啦嚇，咁佢係10%以上啦定以下啦。其實如果佢真係其實真係10%左右，其實或者以下嘅話，其實我相信其實對於市場嚟講係一個相對上正面，因為你講你睇翻咧，其實佢最初其實係啱啱上場嘅時候，佢對於中國嘅徵收其實都係10%呢個關稅嘅，咁大家覺得其實都相對上溫和啦嚇，咁係有一個正面嘅反應。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攞10%嚟去睇翻做一個 threshold 啦，即係一個指標先啦嚇。如果佢真係多過10%啦，或者而家佢經常去落嘅關稅嘅嘅一個幅度係幾多？20%或者25%啦嚇。如果佢真係去到咁高嘅話咧，其實會有一個相對上負面啲嘅衝擊啦嚇。但係佢之前出嚟講嘅言論就相對上係溫和少少所以你睇下佢到時出嚟係會唔會嗰個 percentage 係要留意啦。另外嗰個涉及嘅範圍。同埋到底係會對於咩產品去徵稅啦，會唔會一個寬限期啦嚇，或者一個協商機制啦嚇？呢個係因為要大家去注意，會影響得到市場分析呢個關稅政策嗰一個嘅取態嚇。咁壞嘅方面，你要睇下到底係嗰個嘅幅度到底有幾辣啦。咁其實亦都唔係話一定係完全好差嘅。其實佢真係推出咗呢個關稅政策，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候咧，其實市場都會將呢個嘅壞消息落實咗，然之後變成一個好消息所以如果佢真係其實唔係話真係好高啦，可能都係10%左右鬆啲嘅話咧，有機會令到市場覺得，其實呢個關稅冇市場上面即係原本諗嘅可能咁辣喎。咁會變咗一個壞消息落實咗變成一種好消息其實令到嗰個市場上面有機會築底可以炒翻上去。其實你見得到啦，其實琴晚美股啦都係好明顯就低開然之後拉翻上去，市場上邊係咪會有少少偷步咧已經係搶先落去嘅，覺得可能未必去到咁辣，然之後個市場氣氛會改變咧，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咯咁但係相信短期嚟講美股呢兩日都係波動㗎啦直到佢真係公佈完咗出嚟嗰個嘅關稅到底點落實啦，幅度係點咯另外都會睇一樣嘢除咗幅度之外，到時市場嘅 sentiment 點樣分析咧會唔會係擔心呢個更相對上係廣泛嘅關稅，會令到未來美國通脹其實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升幅喺度啦個勢頭會控制唔到啦。因為你睇翻其實係上次公布完 PCE 之後啦，講美股其實都相對上比較有一個大嘅壓力呢個 PCE 其實係美國聯儲局啦，其實係幾睇重一個其實通脹一個指標嚟你睇翻上次嘅 CPI 公佈咧，其實都相對上溫和你覺得嗰個通脹其實好似又唔係話即係咁升得咁犀利喎好似都 OK 咁樣。但 PCE 出嚟之後大家就又開始擔心翻其實個通脹會唔會係相對上會比較勁少少咧？呢點係要留意翻咯咁再最後啦，咁令到嗰個市場如果真係有太大向下壓力，咁會唔會繼續令到一個美國例外論其實受到質疑咧？呢個美國例外論就係講啲咩咧？就係美國其實喺呢個嘅經濟同埋股市好多唔同嘅因素之下啦，咁其實係一個長期嘅增長喺度就唔同其他地方嘅咁呢個其實增長其實源於啲咩嘅因素咧？其實有幾範嘅，就係佢嗰個勞動力啦資本啦，同埋個生產能力啦。因為勞動力其實係雖然其實美國嗰個出生率其實都相對上低嘅咁但係佢不停嗰個有個移民政策入去咁佢都有一啲好新嘅生產力係嘅勞動力喺嗰個美國市場入邊。另外就資本啦，其實一直都好充裕啦，佢都係全世界一個嘅資本其實最密集
最活躍嘅一個市場咯嚇。咁生產力方面其實好多因素啊，譬如話你政府學界同埋私人企業去鼓勵去進行一個創業冒險另外去運用好多科技去提升佢嘅生產力等等，其實都成就咗整體其實你個經濟同埋佢嗰個嘅股市其實一個長期嘅升勢。呢幾個因素嚟講，佢嘅勞動力資本同埋生產力暫時都見得到，其實都係仲係維持得到㗎。所以其實長期嚟講，佢嗰個經濟同埋嗰個嘅股市暫時都唔覺得會有好大嘅一個改變喺度啦，即係一個基本因素係唔特別平㗎。不過而家佢如果你計翻佢嗰個估值嚟講，咁但係你 overall long term 你再拉長少少，你短期嘅一啲擾動波動嘅一個調整嚟講，其實都唔影響得到佢長期。因為睇翻個大盤指數，其實調整幅度係相對上溫和，只不過係你個別某啲二三線股係調整幅度大啦或者係一啲科技股啦，調整幅度會相對上大啦。其實你攞翻嗰個指數，其實相對上溫和咁短期嚟講，你要睇下嗰個政策嘅擾動啦同埋嗰個但係始終你美國嗰個經濟嗰調節幅度其實好強同埋一樣嘢就係聯儲局咧，其實好明顯佢係必要時都出手佢有兩大嘅一個mandate 即係一個嘅需要達到嘅目標咧，就係穩定物價同埋最大就業你睇翻上次咧聯儲局議息之後咧，佢鮑威出嚟，其實都相對上淡化翻個通脹嘅情況。同埋你睇個利率點陣圖咧聯儲局其實都預期今年會繼續減2次息嘅。你上次其實都大幅調低咗嗰個嘅經濟嗰個增長一個預測啦令到其實市場上面有啲咩憧憬咧，就會覺得其實你嗰個經濟唔係咁好，可能聯儲局都有機會都係出下手放水所以你上次議息完之後咧，個市場上面係立即會有一個正面嘅反應有得升㗎咁同埋另外一點其實都要值得留意，其實佢議息公佈之後咧，佢都話其實你4月1日起咧，佢都放慢減慢呢個縮比，呢個其實對於個市場嚟講，其實係一個正面嘅 impact 嘅即係你推少啲債出嚟咧，咁其實喺市場上面咧，其實會多翻啲流動性對於個股市嚟講都係一個正面因素。所以市場其實驚你短期嚟講，其實特朗普啲政策啦，會令到嗰個大市其實會有啲壓力喺度。但係你再一睇，其實如果聯儲局有一啲出聲發聲或者有一啲政策嘅顯示得到、暗示得到一個正面支持咧，有個市場有一個好嘅一個正面反應喺度。長期啲嚟講美股或者係經濟咧，其實佢真係一個向下大嘅調整壓力咧。其實 Fed put 嗰個效應咧，其實依然都係幾強喺度所以佢真係一個好大跌落去，又唔需要話特別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擔憂啦咁歐翻嗰個大事，咁暫時係咁睇啦。你點樣都要睇住呢一兩日到底特朗普其實公布啲咩政策出嚟先部署啦如果你本身其實冇咩倉底嘅話咧，想搏下小注，因為琴晚美股嚟講，其實由低位抽翻上去，唔係唔可以搏嘅我覺得，但係就如果搏嘅話，就相對上比較小注少少啦咁如果未有又相對上其實係風險承受能力低嘅一啲朋友嘅話咧咁我建議你不妨都唔爭在啦都等多一兩日。嗰個走勢其實會好明顯嘅佢抽上去嘅話，其實就好明顯抽啦。因為你好多股其實你跌咗2-3成落嚟係坐底㗎，你抽翻上去嘅話，其實你嗰個回報其實你相對上容易攞得到幾好嘅回報啦如果真係正面發展，反過嚟如果負面發展嘅話，其實你承受風險壓力都相對上大所以又不妨去等一等啦如果你冇乜倉底。咁 DeepSeek 出現啦，咁其實會唔會影響得到整個其實美股嘅 AI 佈局咧？你睇翻一樣嘢啦，其實呢一下啦，咁其實就係呢個好大嘅裂口咁其實就係 DeepSeek 啱啱出現嗰一下，然之後其實呢就係NVIDIA 啦NVDA 嗰個股價走勢圖啦，其實佢之後咧，其實已經收復翻咧，佢話DeepSeek 嗰個新嗰個嘅大模型出嚟啦有一個出嚟嗰個嘅下跌裂口。所以反映得到咧，佢話 DeepSeek 嘅衝擊其實已經係好大嘅程度上消化咗，但係佢反彈完之後，咁佢嘅股價嘅又碌翻落嚟，係反映得到其實係美國政府嗰個嘅關稅政策，同埋對於個芯片行業嚟講係相對上唔係咁友好你又要擔心緊佢可能係有啲收緊嘅一個情況啦咁呢個就係博通AVGO 嘅嗰個股價走勢，同樣一樣嘅。佢DeepSeek 公佈完出嚟，佢就一個大裂口下跌啦，但係佢都好快收復翻。咁佢公佈完業績出嚟，其實就向好啦，其實都有得彈嘅，係比較強嘅。只不過你近呢一個禮拜左右啦佢 overall 其實整體大市同埋行業嘅壓力其實都相對上大
咁點解咁大咧？你特別其實你近期嚟講都好多唔係咁好友好嘅政策啦，好似你上個禮拜三佢有個新嘅制裁名單啦嚇，咁入邊其實唔單止一啲中國企業，其實啲海外企業疑似去將啲芯片其實運去內地，佢都俾佢 blacklist 咗。咁你市場擔心緊其實佢譬如話英偉達呢啲博通呢啲即係 AVGO 呢啲咧，喺未來嗰個收入嗰個增長個銷量其實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咁同埋有券商其實就話微軟嘅啲數據中心嘅租賃咧，佢cut 咗落嚟，咁都市場擔心緊其實佢嗰個需求係咪會放慢咧？再加上關稅啦等等，其實呢啲嘅相對上唔係咁明朗嘅因素啦即係都係再重申一次，其實市場唔係好擔心呢啲負面因素，但係你實在好多不明朗，你唔知係咪有啲喺行業嘅負面因素出嚟咧？大家唔係好夠膽買翻落去嗰個行業嗰度呢點係要注意咯咁但係 DeepSeek 其實唔會扭轉得到整體嘅 AI 嗰個發展格局反而其實佢係推快咗整體嗰個 AI 嘅應用啦你睇翻其實 DeepSeek 自己本身嗰個嘅增長嘅幅度啦、用戶量啦，其實都行得好快但係佢同 ChatGPT 其實都依然有一段距離啦但係因為佢出現咗，其實係令到其他嘅一啲 AI 公司去推 AI 嗰個模型嘅步伐咧係快咗。其實原本係好多都係推一個邏輯嘅模型出嚟，或者呢啲邏輯應用咁但係只不過係因為 DeepSeek 嘅出現，令到嗰個步伐快咗啫，唔係佢哋原先冇咁嘅 agenda，其實一樣已經有咁所以其實唔影響得到整體嘅投資格局，反而你睇翻近呢一季出嚟嗰個業績咧，譬如話你 Salesforce呢啲發現得到其實 AI 代理嗰個上下速度冇之前大家預期咁強所以呢個都係一點令到大家會擔心緊其實呢啲咁嘅芯片股嗰個嘅壓力其實會比較大啲喎，因為嗰個應用 AI 嗰個程度冇咁快但係你喺個人層面其實越嚟越普及㗎啦。你公司嘅層面就要再等少少時間咯，我相信都會出現另外，你一啲嘅機械人啦、無人駕駛啦呢啲，其實都會推動得到 AI 嗰個方面嘅發展整體上嚟講，其實係喺咩估值去買嘅一個問題同埋咩時候回穩，其實應該去一個時機，你去慢慢收集嘅問題，而唔係呢個一個結構性嘅主題出現咗一個扭轉無論你喺美股又好，或者係近排港股嘅一個嘅一個機械人或者 AI 投資，其實都係一樣呢個係一個全球性一個 trend 咁其實喺呢種市況之下，其實有啲咩嘅特別嘅好嘅題材去選擇咧短期啲嚟講，你要睇翻嗰個政策嘅推出啦入政策因素，其實再從而影響得到嗰個市場情緒呢個要去留意。咁其中一個可以留意啲咩咧？就係好似啲二手車股啦因為你去4月2號，其實你所有進口嘅一個嘅美國汽車，其實佢都會面臨住一個25%嘅一個關稅徵收同埋你其實美國政府咧，其實佢就要求你啲車廠雖然可能你啲whatever，可能你嗰個嘅進口零件貴咗又好或者你其他嘅一個嘅生產成本貴咗都好啦咁但係都唔想俾佢哋加價，但係其實你好難唔加價，因為你好多嘢通脹嘅壓力之下，跟住其實你會影響得到啲咩咧？最擔心係你嗰個勞動成本其實會加咗上嚟咁呢個都會推動得到你整體美國嗰個通脹嘅情況，所以你好難會一撳住唔俾人加價，而你如果你真係落咗一個比較廣泛啲嘅一個嘅關稅徵收令到一個通脹有壓力同埋汽車方面嗰個嘅價格其實有一個上升嘅壓力嘅話咧，咁變相係啲咩咧？咁就大家又要未必去買新車啦，咁可能佢又買翻啲二手車，咁相對上就會令到可能啲二手車經銷商咁就會受惠咯咁呢個你要睇下到時嗰個關稅政策出嚟嘅情況之下，其實係咪真係會推動得到呢一個咁嘅主題其實會發生啦。咁第二個其實係都可以 keep 住去留意啦就係一個嘅黃金嘅機會啦因為如果你真係出現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反應即係你如果你加人關稅即係你對手唔單止你可能係啲東南亞你加拿大墨西哥你歐盟呢啲，其實係因為你其實之前美國政府都已經加咗關稅，佢哋都有一個相對上大嘅一個回應喺度啦咁佢哋如果就真係你今次特朗普又加好重嘅關稅，跟住佢哋又有一個好顯著比較強烈啲嘅回應嘅話，
咁啊市場上面又會驚啦嚇，同埋呢個地緣政治嘅一個因素影響，其實係從來冇變過㗎嚇。其實而家幾個特朗普政府好明顯就想去外擴張佢哋嗰個嘅美國嘅影響力㗎嚇。去無論你喺中東又好嚇，或者你喺其他嘅唔同嘅地方都好，呢個好明顯嘅一個取態嚇。你唔好睇，其實可能係俄烏地區有機會呢個回復呢個和平，我相信就唔係話真係咁容易嚇。咁你跟住你中東地區可能伊朗其實而家又有啲嘅緊張嘅一個關係喺度啦嚇。咁所以其實對於呢個嘅無論係關稅又好，地緣政治因素也好，其實對於個黃金嘅推動力其實都會幾大嚇。一來地緣政局啦嚇，同埋呢個長期嚟講，其實好多唔明朗嘅一個美國政府政策咧，都令到好多央行其實去美元化，會帶動得到其實黃金嗰個嘅需求喺度。特別係啲央行佢要買好多嘅一個黃金去做一個儲備啦嚇，即係你舊年第四季其實你好多央行，譬如話你內地中國嘅央行，其實亦都係再買翻金令到其實黃金好明顯有一個向上突破嘅一個能力喺度。所以其實你去喺個投資組合入邊買翻啲黃金嘅 ETF，或者如果你中意短期去捕捉呢個可能短期嘅再向上突破，因為突破咗3000蚊，其實都好快上翻3100蚊。你睇下關稅個政策會唔會再推波助瀾啦嚇？咁但係短期你除咗一個1倍嘅一個 ETF 可以考慮下，其實一啲有倍數嘅一啲美股嘅黃金 ETF，其實都係值得去留意啦嚇。咁但係向好要留意，但短期都唔排除一個會有一個調整出嚟，因為你短期其實係向上咧係有一個唔少升幅噶啦。咁如果出嚟嗰個關稅係相對上溫和令到大市氣氛好好嘅話咧，咁呢啲相對上之前避險嘅因素冇咁強啊嘛，咁有一個獲利回吐都唔出奇嘅。你向下可能你打翻落去3000蚊樓下3000蚊美元樓下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穿翻落去咧，我覺得咧係一個買入嘅機會嚟嘅喎，就未必係一個走嘅機會，因為你所有上面呢啲嘢咧，我相信都係會繼續去持續住嘅。Even 你可能你關稅未必可能係市場預期咁高都好咯，但係你冇咁高，或者你定完出嚟有機會同唔同嘅國家去做協商，但係都會不明朗。而你2號出嚟嗰個係一個國家嘅對等關稅。但係唔好忘記咧，其實行業嘅關稅咧，佢仲係會出嘅，因為嚟緊咧，佢其實係會進出一啲咩嘅關稅咧？醫藥啦，跟住就係芯片啦，呢啲其實佢都有機會會出嘅咁呢啲係要值得留意啦。之前又出咗呢個汽車啦，另外佢亦都會出一啲二次關稅即係你委內瑞拉嗰啲，如果你去委內瑞拉買油，跟住你再去嗰個國家嘅產品進口去美國，其實又要加徵你關稅咁樣。呢啲其實係除咗對等關稅之外，其實好多關稅嘅政策或者對行業嘅一個政策咧，都係要去留意啦咁其實下半年嚟講，長線啲其實呢啲關稅政策，我相信其實呢第二季咩都定晒。你所有嘢定晒之後咧，你係睇翻長期嘅一個企業業績，跟住連續嘅貨幣政策同埋如果你真係咧好彩，我覺得其實跌下反而係好事嚟即係俾個機會你買到平貨因為如果你股價跌落去，其實你估值升翻上去咧我覺得你最好買係啲咩咧？有自己發展中大型語言模型嘅科技股。所以如果你唔係因為咁樣擾動咧，其實唔會平到俾你買譬如有啲咩咧，Meta、Alphabet 呢啲因為佢哋真係自己會前期投資咗好多出嚟，而家我相信唔會有啲咩大企業會攞咁多億數以百億計嘅錢去投資啦因為自從 DeepSeek 呢啲出咗嚟之後，佢發現其實應用可以好多人用嘅可以係變咗一個有機會變一種快速變現嘅模型。但係如果你冇呢啲咁嘅前端嘅大型語言模型出嚟咧，其實你後邊做唔到同埋你不停咁更新日代嘅話咧，其實你一定要有前面嗰啲去做咗出嚟做個冇嘅大模型咧，你後邊先有得出嚟反而其實你後來佢冇咁多人願意去投落去嘅時候咧，呢變咗佢嘅門檻。同埋佢哋嘅科技嘅成熟程度，例如你高咧，係對於佢哋未來價值其實會更大嘅體現啦 Meta 其實佢而家第二季佢係有機會出一個自己獨立嘅一個機械人出嚟，咁但係係咪真係出啦同埋有冇機會去因為呢個因素其實刺激得到嘅一個股價啦咁另外就係一個其實網絡安全方面嘅股啦，其實都係一個長期係向好嘅股，因為你越嚟越多人用 AI，其實你網絡安全咧其實係越嚟越需要咁所以其實如果佢真係個大市，因為根據大市而對咗落嚟咧，
呢啲股啊，唔單止係CrowdStrike 嘅啊，其他嘅一啲主要做網絡安全啊，特別其實喺 AI 方面，其實有涉獵嘅 AI 方面嘅科技安全，其實呢一類型嘅股咧，其實都係好好嘅一個選擇嚟㗎，調整咗落去芯片股啦嚇，咁但係都要等，最好就現階段就可能係少注啲啦嚇，等到佢如果你有啲芯片政策好明朗出嚟啦，到底落實芯片係咪加徵關稅之後咧，咁就會比較係好少少去買咧，但係長期嚟講。其實你 Nvidia 咧，即係英偉達咧，而家去到其實都係預期嗰市盈率都係廿零倍，其實對比好多嘅科技股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相對上合理水平。只不過因為前景不明朗啊，大家覺得啊，同埋係會唔會有啲擔憂咧，對於佢未來嘅需求。但係其實佢依然係相對上強嚇。你嗰個數據中心嘅需求，如果你真係機械人能夠推出，你嗰個無人駕駛能夠推出，對於佢個芯片需求其實係依然會好大好大喺度嘅嚇。呢兩間嚇，其他嘅芯片股就要比較小心啲咯。另外台積電我都覺得係可以留意嘅嚇，做啲代工比較 advanced 少少嚇。Intel 咧，Intel 其實佢換完個 CEO 之後，睇下會唔會有個新氣象啦，同埋嗰個產品研發嗰個進程會唔會有一個改善喺度嚇？呢個都係值得去留意嘅憧憬嚇，但係現階段都仲係一個憧憬階段啦，要睇下係咪一步一步能夠落實得到，同埋交到業績、交到功課啦。嗱，呢啲先值得去比較長期啲去持有啦嚇。但係呢啲板塊你就真係要趁佢大市調整，大家驚嘅時候咧，你先至睺位去慢慢收集去買咯嚇。否則的話，其實你比較難啲有好嘅機會去買嚇。咁所以如果你真係長期少少啦，即係第二季。如果大市真係平穩翻咧，我覺得呢啲咁主題咧，又係值得去睇嚇。咁穩定咗之後，都係睇翻啲基本因素啦嚇。睇翻嚟緊即係第二 Q 公佈第一季業績，有邊啲好嘅業績？如果大市穩定，就係買嗰一類型嘅股份咯。係啦，咁我今日暫時分享到呢度啦。咁交翻時間俾阿 Wingo 先啦。唔該晒 Dave，多謝晒你啊，多謝晒你咁精彩嘅分享嚇。咁咧，其實咧，如果大家想再聽多一啲詳細而好有結構性嘅分析咧，咁我哋亦都希望同大家分享翻啦，我哋美股投資策略嘅課程，一個短期課程啦。咁亦都係有呢個 CEF 嘅，係啦，有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可以申請嘅，最多係有25,000蚊資助。咁我哋嚟緊都係4月28號至到開班啦，至到6月11號。咁我哋就逢星期一同埋三咧就上堂嘅，咁夜晚7點至10點。咁到時都有阿 Dave 咧再同大家詳細講解每一個嘅唔同嘅板塊啊，同埋美股嘅一啲嘅分析啦。咁亦都好多謝今日阿 Dave 講解咗好多，特別是我覺得呢個二手車股咧，多謝阿 Dave，我已經 mark 低咗㗎啦。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有價值嘅一個考慮嚇。咁當然啦，大家即係話所有同學都知道啦，所有投資咧都有風險嘅，一定要自己做個研究分析咧，自己去承受嗰個風險。因為我記得咧，David，我印象中咧上次特朗普第一次打關稅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反而咧，我覺得印象中嗰次咧，美國本土嗰啲鋼鐵股係受惠嘅。係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好覺得你選擇呢個二手車股咧係非常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考慮嚟嘅，係啦。咁就另外我都想問下 Dave 啦，嗱，如果即係呢個 big if，如果咧美國真係即係俾個關稅搞到自己七傷拳咧，自己都經濟衰退咧，你覺得咧我哋作為投資者咧都可唔可以同時間考慮一下有冇啲因為頭先我見到好好嘅科技股，我亦都係贊同嘅嚇。我都如果你覺得咧，會唔會如果真係經濟衰退嘅時候，我哋都會唔會考慮一啲防守性嘅股票？譬如我見到好似我諗一諗，麥當勞咧第一季咧都升咗啲咁樣嘅喎。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嘅。咁但係一個點咧，如果佢真係一個好恐慌性跌落去咧，基本上你係所有股都跌嘅。同埋因為你呢個關稅政策佢好大嘅話，先會令到嗰個市場會經濟衰退啦。咁而家經濟衰退好大機會咧，會伴隨住一個相對上較高嘅通脹。而你較高嘅通脹之下咧，其實你好少嘅股票咧，其實都可以做好。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其實如果你今次真係好唔好彩啦，個關稅因素其實令到個大市跌好多，跟住又通脹好勁嘅話咧，有機會令到啲咩股跌咧？就係沃爾瑪跌啊！沃爾瑪跌咧就係上次其實因為通脹好勁，跟住其實係有啲貨又滯銷咁樣，佢先至坐落去。咁沃爾瑪呢啲嚟講咧，我覺得係因為即係咁好多負面因素影響之下咧，佢先至會有機會大幅咁樣坐落去咯嚇。咁呢啲先至係可以買嘅時機咯，又唔係太驚，因為你長期買佢其實都係一個幾強嘅股票。
另外係WM 啦、Waste Management 呢啲啦嚇，佢都係一個廢物處理嘅一啲公司嚟㗎。佢長期嗰個穩健嗰個需求其實都好大嘅，同埋佢個優勢係啲咩咧？就喺美加地區咧，佢有好多自己嘅堆填區嚇，佢嗰個有一個嘅成本優勢啦。同埋近年嚟講啦，都係因為佢有好多堆填區啦，都發展一個嘅生物嗰個垃圾發電啊嚇，呢個都係佢嘅一個其中一個增長點啦嚇。咁所以如果佢真係因為嗰個擔心經濟衰退而令個大市回落去咧，你又想揾一啲長期喺一啲消費類型為主嘅股，未必係科技股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 Walmart 或者 Waste Management 即係廢物管理呢啲咧，其實會係一啲可以考慮嘅選擇啦嚇。哇，多謝晒 Dave 嗯啊！咁我諗咧就我絕對相信喺課堂上面咧，我哋更加多啲時間可以同同學仔即係逐隻逐隻咁去詳細分享啦。咁啊，好多謝今日阿 Dave 嘅時間啦。咁我覺得咧，無論係大市升與跌啦，我相信阿 Dave 都贊成嘅，就係我哋都要 stay invest 係嘛？即係我諗，即係但係最緊要咧就係點樣管理翻我哋嘅風險嘅啫。咁啊，再次多謝代表學校多謝阿 Dave 今日嘅分享啦，亦都多謝各位同學今日呢個午膳時間嚟我哋呢一個 webinar，我都知道半個鐘真係好唔夠喉噶啦，咁啊希望可以下次再請阿 Dave 同我哋分享，多謝晒大家，thank you，拜好，拜。thank you，拜拜。